大家好，我係主德輝啊！離開呢個世界將近28年，有你許可，要讓祝福漫過，至死痛楚，要將生命加再重返嚟呢個世界。卻換上更多恩惠，榮耀路徑必有淚滴。誰肯放棄自救，才將救恩釋透。我將會喺12月21號喺順德堂同埋基石教會合辦嘅聖誕福音聚會裏面，分享我嘅人生經歷同埋生命見證故事。咁大家就踴躍參加啦，到時見。